大家好。國內嘅房地產咧經歷咗大概喺2022年開始咧，到現在咧都係一路咁樣整固同埋下跌啦。包括咧最大嘅恒大碧桂園咧呢啲咁嘅民企咧已經爆煲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啱啱公布嘅最新嘅一啲，譬如話國內嘅貨幣供應嘅數字咧，去側面睇點樣可以知道現在大陸嘅房地產嘅情況係點樣呢？究竟因為咧有好多嘅內房公司咧都係已經跌到四腳朝天啦。譬如咧今日想會同大家講講嘅萬科啦嚇。咁萬科如果大家有睇譬如佢同深圳地鐵或者佢個負債都會見到佢哇跌到直情係由最高位跌剩得翻10%。咁但係呢啲咁嘅房地產咧已經經歷咗3年嘅大熊市。究竟現在情況係點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睇法。我係細沙，如果大家中意投資相關嘅嘢呢，咁呢個 channel 主要都分享呢啲資訊啦可以如果中意嘅話，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咁呢個 channel 呢，純粹講下個人睇法嘅啫，自己嘅睇法嚟嘅，絕對冇任何投資意見。呢個 disclaimer 先係冇投資意見㗎係純粹我嘅睇法嚟嘅啫。咁事不宜遲啦，咁講翻譬如話呢，啱啱公布嘅最新嘅貨幣供應嘅數字呢。通常我哋會睇到中國大陸入面幾時會多熱錢呢？咁呢樣就要分開 M0、M1、M2 三樣嘢嚟講呢，就係構成咗中國最大嘅貨幣供應系統啦。譬如話簡單嚟講 M0 咧就係即係話，喂，中國大陸入面有幾多現金係發行咗個現金鈔票啦。M1 嘅話呢，就係 M0 加上譬如話，究竟有幾多活期存款喺個銀行系統入面 ？M2 就即係話 M0 加 M1 再加埋，譬如話供樓甚至係呢個term deposit 即係呢個定期存款等等，其餘嘅嘢加埋埋，所以 M2、M1、M0 咧就係構成咗一個經濟系統裡面嘅貨幣供應。咁呢啲咁沉悶嘅數字，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喂，如果通常喺正常嘅情況嚟講咧 ，M2 嘅增長咧都會快過 M1 嘅。原因好簡單，因為通常咧大企業或者小市民咧都會傾向將啲錢咧存喺長啲嘅定息地方裏面㗎，譬如話定期存款或者買一啲金融系統嘅嘢係嘛，或者供樓嘅產品等等咧，佢擠咗入去。咁因為咧呢啲咧定期存呢啲咁嘅期限咧會長啲㗎，咁長啲嘅時候咧回報都係高啲啦，係咪先？你擺1年嘅定期存款，當然係會比你擺活期嘅多啊。咁但係如果我哋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喂，如果例如M2 減 M1 咁佢嘅增長係縮咗水嘅，咁即係話啲錢咧，其實好可能咧係成為熱錢進入咗股市入面。我哋睇翻過去咧嗰2個月，簡單嚟講咧，9月去到10月，9月份 M2 減 M1 咧其實係得1.2嘅啫，咁而10月份咧係2%。咁呢個嘅簡單解釋咗就係話，喂，9月份當熱錢多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上證指數 A 股或者恆指咧，當月咧9月份嘅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勇猛嘅上證咧係升咗3點幾個%，但係去到10月呢啲數字咧雖然有啲滯後嘅，因為你10月先會睇到9月噶嘛，係咪？咁但係咧10月份表現咧就平平無奇啦咁如果你話哇係咪有啲咩前瞻性可以令到我哋知道咧？我哋只能夠明白一樣嘢，就係國內嘅市民股民見到 A 股開始有反彈動力，佢哋都將一啲長啲嘅定期投資咧，或者攞出嚟去擺落去股市入面去搏一搏，或者去見到股市開始有起色都想爭先去揾呢啲投資機會，所以你會見到咧啲錢唔再擠喺活期存款，又走咗去股市入面。呢一樣嘢亦都令見到咧A 股係有反彈嘅情況啊！咁但係咧，我哋另一樣嘢睇咧就係啦，就係另一部分，下一部分就係講好啦，股市有一定反彈動力啦。咁但係今日嘅主菜就係講內房嘅內房我哋睇到其實咧，無論係70大中城市啦或者咧內房嗰個新建屋嘅面積或者融資等等咧，其實咧都仍然係萎縮緊嘅
金九銀十呢個係以往譬如話國內係內房銷售佢嘅一個熱門嘅月份啊，咁但係你見到今個月嗱，譬如好似10月份啦，係咪啊？又有國慶假期啦，係咪11啦、黃金週等等咧？但係你見到個數字咧，仍然持續萎縮緊嘅。咁即係話，喂，國內嘅股民或者市民，佢寧願頭先講到將啲錢抽落去擺翻落去股市度，佢哋都仍然未喺呢一個樓市裏面揾到恢復信心，仍然係向下同埋 consolidate 緊，即係話呢個向下整固緊。嗱，中國有個前官員財政部嘅人咧，佢就話：喂，中國現在咧面臨一個重大問題，就係繼續係通縮。嗱，其實咧通縮就即係話市民唔願意消費同投資，而且內需仍然都係持續不振嘅。咁呢一樣嘢，當通縮，你譬如話你預期聽日嘅嘢係比今日平，今日個菠蘿包買5蚊，3個月之後可能賣4個半。咁點解我唔3個月之後先買呢？嗱，呢個就係通縮嘅即係一個恐怖嘅地方。大家都爭相唔消費，咁投資啊、基建啊、所有嘢人工啊等等咧，就會出現內捲嘅情況啦。所以國內你會見到，喂，點解你喺廣州話賣美團譬如話買串羊肉，喂6蚊7蚊，喂仲要送埋去你個口送埋嚟啊，又有車手又剩，喂，所有嘢都向下內捲炒嘅，係嘛？咁大家當然啦係要過苦日子啦，係嘛？咁呢樣嘢其實就同因為房地產過去嗰幾年咧出現一個泡沫爆破。泡沫爆破之後咧，令到大家身家咧都出現縮水嘅嚴重情況。咁呢個縮水情況咧，咁大佬我本來以前有50萬嘅，咁現在可能我袋得翻帳面上得翻35萬，仲要供樓係咪？又要還房貸、車貸等等。咁呢啲貸款又令到我所有 cash flow 都已經揸到乾晒啦，係咪？咁呢個情況，喂，咁我梗係唔消費啦，所以由淘寶都唔好搞淘寶啦，變拼多多本來以前咧去呢個三里屯買嘢嘅，咁我而家唔去三里屯啦，咪變個去拼多多咯，所以就會出現一個消費降級內捲嘅情況。你會可以容易見到國內雖然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仍然係佢哋嘅嗰個仍然係非常發達，但係去到3、4線城市咧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就係消費力非常不足。咁但係今年咧，其實咧中央政府係咪冇做嘢咧？絕對唔係喎。其實咧，佢嘅今年喺政策刺激嘅力度裏面，特別係對住房地產咧，係空前咁多嘅。只不過呢啲嘢咧，永遠都係可能未有即時嘅反應。如果大家有分析員計算過咧，今年嘅出台政策咧，係同2015年，即係話中央喺呢個股市爆破之後，2016年啦等等呢啲情況咧股市爆破之後出台嘅扶植呢個內房嘅政策咧，係一樣咁多嘅數目。咁所以話其實佢唔係睇唔到情況，睇唔到內卷通縮嘅情況，只不過用藥好多，但係仍然未見到有好大嘅幫助。好啦，咁啊引申到下一個問題。好啦，現在大家都知道啦，民營企業已經爆煲啦，好多都係嘛，我亦都冇乜點講呢啲方面嘅嘢譬如恒大爆煲啦，已經唔見咗啦，碧桂園亦都爆煲啦，係咪？亦都爭成2000億美金嘅表外嘅呢個債務啦，係嘛？或者呢啲可能係債券啊、債權人等等咧，佢已經被申請清盤啦，係嘛？咁而留得低嘅，經過咗3年嘅浩劫有3條紅線啦，係嘛？而且房地產泡沫爆破啦，中央出手整治呢個泡沫爆破啦，用咗好大力度，所以都經歷咗3年嘅低谷。咁究竟見到曙光未呢？就咁睇數字咧，係仍然未見到啊。不過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2間公司，就係純粹從估值上估值係一樣好虛嘅嘢嚟㗎。任何嘅大陸房地產，除咗華潤置地之外咧，相信大部分都係非常之咁便宜。今日主要即係講2間國企，第一間就係中國海外688，另一間就係2202呢個呢個叫做萬科係啦。咁咧就其實2間都係非常之平。如果純粹從 book value 同埋 price to sales 市銷率2個數字咧都係0點幾嘅啦，低過平均過去10零年，兼且低過行業嘅平均數。中國海外咧係高少少，但係其實講緊都係
可能 price to sales 都係0.3、0.4嚇，咁而 price to book 更加係低到冇得再低0.3啦，係嘛？嗱，萬科係更低。嗱，咁我諗大家會明白，萬科係受到一個非常重大嘅債務去拖垮咗。佢係雖然係一間國企，但係負債係高達3000億人民幣，而中國海外好少少。因為佢作為一間大型嘅國企，當然佢係冇華潤置地表現咁好啦嚇。咁但係其實咧，以往嚟講，中國海外都係龍頭中嘅龍頭啦，係咪？賺錢機器咧喺國內營運。咁但係現在咧，從高峰咧都係已經大跌收場嘅。嗱，兩間公司嘅股價，喺中國海外咧，股價從最高位喺2015年嘅時候最高係40幾蚊，跌到現在得翻13個幾啦，即係跌咗6、7成啦。萬科係更加誇張同黐線啦！最高峰2018年嘅年頭，當時候萬科係講緊46至47蚊一股啊，咁現在4個幾嚇，即係足足跌咗9成落嚟㗎啦。呢啲跌到渣都冇得剩嘅公司咧，其實咧就好多人都非常之怕。不過當然我哋作為一個價值上都可以望望究竟佢哋現在有冇機會反彈咧？係咪？嗱，從市盈率、市銷率。PEG ratio 呢個即係呢個市盈率嘅增長嚇，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咧所有嘅數字咧都係低到冇得再低，其實已經係冇乜意思咁。我睇呢啲全部都係0點幾，咁即係話所有嘢都係平到冇得再平。問題係究竟樓市有冇機會復甦，有冇機會再已經完成整固，唔好再向下跌？嗱，呢個就係問題最重要嘅問題。譬如話，喂，國內開放好多嘅政策，例如一線城市係會比較多啲嘅咁佢哋咧已經係譬如話首次購買嗰個貸款啊，減低嗰個供款嘅利率去到3.5% 啊，其實真係做咗好多好多。不過市場似乎仍然都係未能夠消化到呢啲刺激措施。喺我角度嚟講，我覺得現在嘅情況其實係有啲似內房佢要首先要翻去當年就係講緊2018年昔日嗰種光輝嘅嗰種歲月咧，係冇乜可能嘅，因為中國嘅政策已經去咗呢個新質消費、新質科技係新質生產力先啱，即係話嗰啲高科技嘅嘢啦，係嘛？電動車啊，係嘛？雷達啊、機械人啊、物聯網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始終內房點解仍然有一個價值嘅睇法咧？我係覺得係因為內房係會影響到呢個通縮嘅情況，所以中央就算佢唔想再以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佢仍然需要穩住佢嘅價格。但係現在好明顯啦，過去咗3年半嘅情況都未能夠穩住佢嘅情況㗎呢個市場係失去咗信心。我個人係認為失去信心。中國嘅儲蓄率咧係非常之高大家只不過係唔再去買房，唔再搶，唔封購，唔代表佢哋其實冇錢嘅一線城市大班人有錢，只不過喂冇再好似以前一定有啲新盤出嚟，好似打新咁樣一搶光晒，唔係咁樣。但係究竟幾時會停咧？係嘛？呢啲咁嘅政策力度咧，如果一路都未加碼過嚟，咁可以睇到11月嘅，譬如話嗰啲中央有冇新嘅做措施啊？或者去到下年如果唔得嘅，會唔會再加大力度咧？我哋投資者咧就需要留意呢啲嘢。不過以現在嚟講，佢嘅風險回報咧係相當之 OK 嘅喎，因為佢夠晒平，老實實。譬如萬科先講啦，過去10幾20年最低嘅價錢就喺上年咧3個6。現在係4個3，從最高位47蚊跌到而家4個3，只係高位嘅90%肯定你冇買貴㗎啦，一定係冇買貴，因為個泡沫已經係揸到乾晒，直情係間公司咧嗰個enterprise value 咧可能係幾千億，現在咧個 market cap 只係600億啫。嗱，中國海外嘅情況一樣啦咁佢嘅負債會比起中國呢個萬科會好啲，但係佢個財政穩健啲，當然啦，佢個股價亦都冇跌到咁多。但係可以睇到，兩間公司都出現一個銷售係收縮緊，未見底。中國海外會睇到就係咧，佢本來以往咧派開嘅現金股息咧係一路咁扣緊嘅所以咧股價跌，股息嘅比率一樣跌，佢唔係派翻足嘅喎。但係當然啦，
股價已經從最高位跌咗60幾70%落嚟，係咪會觸底見底呢？嗱，我個人認為呢，現在絕對係可以留意下，因為我諗坊間亦都冇乜人會叫大家留意內房股，就好似我之前拍片同大家講地鐵或者新世界係嘛，或者呢個希慎等等呢，其實呢係冇乜人會係有興趣，因為通常大家呢對於一啲企業不停股價向下殺，大家都係會避而遠之嘅。咁但係你可能就係要揾下，喂，市場究竟有冇啲錯殺嘅機會呢？係嘛？而且你只需要衡量好你嘅風險管理，你唔會話，喂，我10蚊我買晒10蚊落去波鋪咁樣好唔好？咁梗當然唔好啦，係咪先？你譬如話現在只係分一部分嘅資金去低撈，話究竟跌咗90%仲有冇跌呢？係嘛？或者中國海外更加穩健啦，係咪先？嗱，呢啲情況呢，係好多時候一個大熊市裏面呢，你要鬧到俾人哋爭取一個更加高嘅回報咧，通常都係要揾到呢一啲投資機會。呢個就係偉大投資者 Howard Marks 經常講嘅。嗱，現在就係一個周期嘅底部，房地產肯定係進入周期底部。你點樣運用佢嘅 concept 教你呢？你喺周期裏面睇到佢底部，究竟幾時觸底，冇人知。不過 relatively 距離周期嘅底部一定係近。當周期反彈嘅時候，呢啲股價當然係有可能會出現反彈啦。咁今日呢分享嘅房地產內房嘅嘢呢，就係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可以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